天司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起来咧》，我是钟意权阿权妹，我相信哦，有更多的观众就真好食茶，啊，也下茶越来越多种，个个都无共用，还个有更多比赛的茶，啊，唔过今日节目当中，我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家家乡吼，苗栗人啊，苗栗后生人做嘅茶，还个啊，啲国外有得奖嘅哦，佢喺马上哦，佢喺啲头份来嘅张家琪来分享。大家好，我是钟家琪。今日来要客家电视台来介绍我自家做的茶，然后世界那个比赛呢做的得奖的茶米。哇塞，这很厉害哦！许多国外有得奖的茶，还个按后上有迄苗栗的青年哦，转到家乡啊来做茶做到得奖，真来很勇敢哦。今日 TPA 老呀，动奖嘅呀茶具呀，还个茶带都呀现场，同大家来分享一下。因为我爸爸应该讲，我寒舍时节，那亲戚朋友全部都懂好食茶，那个斯坦人就懂好食茶，啊头摆我有嘛个。做嘅动态做嘅啊，韩国嘅做嘅韩国有嘅水槽啊，韩国有一啲管嘅，我水做嚟流出去啊，动多嘅泡茶嘅工具，啊，唔过根本日带来现场就按用细细嘅，韩国动简单很简约，啊，唔过有讲嘅按咧，同大家来了解一下，你按专业做茶，啊，唔过根本日却带了一个小巧简约的方式来泡茶本大家。你传统。老主持人讲的，像用传统泡茶就一太多东西，对，乜个咩黑胆石，乜个茶几，乜个紫砂壶，啊，对，还有乜个夹诶，乜个像茶针，做针，给那个东西，太繁琐了。哦，所以年轻人唔会讲唔好喝茶，其实都我去搞泡茶的时间，带挺多东西诶，不卡就磨一台诶，还摆一台大个唔要做乜个用的茶具啊，比如说也人们好打卡嘛 ，IG 啊 ，Facebook 啊。不用传统的那种打卡，这才打不下去，太费工了，会摆动多东西。但是我们就想到说，那后生人，做得用他后生人喜欢的有质感，不用这么多繁琐的茶具，又可以把茶泡好，又可以带出这个质感呢，有一些工具来做泡茶，我觉得它是。在生活上有美学上面都可以达到一个心灵的富足。要做得老茶泡好也懂重要，因为头摆就会想讲，用按度加它火，就会为老茶泡好啊。啊，唔过用按用简单的方式，好嘅茶妹做得释放出好的味道嘛，对不对？故说等下就会同大家来展示一下，生了用呀简单的茶具要怎么来泡茶。先同大家来分享一下，既然大家呀按好按沾到有得奖的茶，来同大家来了解下，呀哈头前有两种诶，分别是哪两种？我想要先批看啊，加到嘅米西。你今日节目啊，小嘅係，其實係月神東方美人。月神東方美人，我來找一下這個月神東方美人。啊嘿，是有看起來有擺好的那個嘛，東方美人。對，它看起來像傳統的東方美人，但實際上，Hellboy 呢，我們是使用一些新一代的烘焙技術。这个会有一个有没有葡萄？有，等一下，香气，还有香槟的那种，还有玫瑰的那种花香的感觉，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。可是呀，妹就是东方美人茶吗？主持人懂厉害啊，还可以闻得到那当然我吃货我们的观众听说懂听因为对米西很敏感，然后冲掉黑，对，我没有加任何的花水果，然后烘焙出来，我们带出了它的酸度，还有保留。不断的这种甜香、梅纳反应，就是烘咖啡的时候，你有对，做到要出佛来，是出佛来，摸到出佛来啦，有一点甜蜜，它保持酸甜交杂，在一起，你就会吃到好像水果。但这个曲线，月神的曲线有点像葡萄皮，白色葡萄，你不能饮它就会讲，强色的葡萄的麝香葡萄啊，对。所以有些欧美他说要麝香。我没办法想象，因为一般批斗按用跟米西通常都是类似
花草茶，或者是有加一些香料的茶，可能什么莓果茶、张惠如按用跟咪西，我没有办法想象。咖料哎，你没办法想象也烹缝茶、东方美人茶哎，这个可以烹缝啊。就表示你是用田野跟缝色来，然后可以变奏有按用跟咪西，我真的是一闻吓一跳哎。可以杀进决赛，然后拿到最高的，像米其林一样，最高是3颗星星嘛。那台湾，我就是第一个拿到，就20几年来他的比赛，我是台湾第一个拿到，也是第2，也是第3个拿到的得主。第1个、第2个、第3个。对，就是第2个都是我。赢过的比赛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也是全世界最大的茶叶比赛。全世界全球青苔茶叶比赛，108个国家，14000多个作品。但是因为它会有各种不同的茶，各种不同的茶种都能参加吗？可以，他会把它归类。像我们这个就是那东方美人茶算什么茶？那个单一庄园，不拼配，无添加组别。怎么很像咖啡啊？很像咖啡比赛。也就是最精致的茶叶都会去挑战的一种。对，然后就因为震撼了这个评审团，用咪西就让大家震撼。对，然后他们确定没有加。经过一番的，不管是咖啡品评，还有加香料检验，都是无添加的情况。对，它证明我们就后面有附注，我们是怎么样带出这样的香气，怎么样去烘焙出来。那好不可思议哦，就带出那么自然，我觉得这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智慧跟礼物了。对，没办法，熊田野跟潮州的配出的爱用跟米西亚是月神，然后另外一个没有白毫的是果香，果香蓝色这个果香这个好期待哦，他自己就是写说有带果香喽。对，它有一个好像热带水果的调性，它更甜了，很像蓝莓，百香果或芒果，百香果或凤梨，然后这一些的作品都有在我们国家有一个像风味轮的上面有建档。你这个风味轮不就是像是咖啡那个对？然后是酒哎，你是咖比是给葡萄酒。对啊，都会有说我可能先想它是嘛该用那个 kill me， 比如说我口味吃起来我可能觉得偏酸，那它可能是什么样的酸？对，什么样的甜？所以是茶每周得用暗涌的风味轮的方式。对，我们现在近几年我们国家在推广吗？茶叶改良厂已经做好一个系统，由100多个专家收集台湾各产地、各产区、各区各个山头做的茶叶，来做一个风味的分析。以下的情况就是无添加的茶叶来分析的情况，因为我们台湾的茶其实是冇咖料，对，我们自己因为台湾的茶本单就做董久的啊，很丰富，对，我们什么茶都会做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就可以用来比拟，比如说像大家比较熟的金萱好了，可能就是有奶香的感觉，这个就是我们很常做的连胸都跟咪西暗沟透过这个风味轮，把它让你可以看一看哦，我很清楚的说它可以有什么味道，它可以有什么味道，好像自己就可以很了解这个茶的感觉。就是你自己带回家可以当专家啊，然后看着这个边喝边闻，我边看这个表。好吸嘛？韩国妹做的青都是把青色哈被茶冲吗？对，古时候也很配做的现泡一下，我好想喝喝看哦。这个用简单的茶具，然后用轻简单的方式，用板来泡一下暗后的茶，给它示范一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。对，它这样子泡这样子的茶，水温大概要几度？我抓的是82到83度之间，不要摸太滚，好吗？对，有一点放稍微凉，也是要像冲咖啡这样要绕圈圈，好疗愈哦。很爱按涌搓搓啊，油啊。就是让它均匀，但是不要放太久，让它震荡太快了，它又比较激烈。就是我们慢慢唤醒它。嘿，它是要先一点点。CC 给水，按涌先冲。那其实精致的咖啡也是一样的做法。哦，它为什么做我们的一下也就懂得水量冲下去啊？那它这样比较粗暴的方式的话，它很容易会让它苦涩。哦，对，所以它这样子是算是先一个预泡的状态吗？没有，我们就是像台湾的茶，大家传统。第一冲，然后还把它倒掉。对。那是因为以前过去有一些在制程上面，
最早民国60几年，老人家在老三台的时代，那时候他们揉茶居然是用脚啊，对，吐茶的时间，吐茶，数吐，然后 QI 嘛，他就用脚，结果被老三台就是那时候拍到，那大家认为哦，这茶可能要先洗过。第二个迷思就是他们认为可以洗农药，这件事情是最大的错误。因为现在我们国家的大家对茶园的管制都非常严格，然后也辅助农民给他一些好的肥料，农药是合格的、许可的，而且是安全的，就是有点是防治的药品，所以大家境内的台湾国产的茶都非常的安全，不需要倒掉第一泡。莫按大送啊，精华就在第一泡，精华就在第一泡啊，所以啊，压水量这样子就够了吗？因为我们今天就款待主持人一个人，所以我们水量呢不用太多。那也是讲，今日摄影棚中都会引它，那我会计算它的数量。它的水量要多少？这是一个数学的问题。按用差不多要浸几久的？差不多2分钟。2分钟哈，哦，鼓手好，也2分钟的时间哈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转到节目当中，阿 Q 会就是色茶文太加看哦，好，先休息一下。好，非常大家又真到福起来咧，我是钟意权阿權妹。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我嘅家鄉也沒有理由咧好上嘅假期哦，佢哦當無簡單嘅嘅茶，佢都英國得獎，喺全台灣第1、第2、第3嘅得到也英國咧獎嘅也就當好上嘅也搶眼嘅做茶師傅。今日嘅來到節目當中帶來嘅茶，佢們我一批當嘅就知道哇，也係天然嘅，真嘅也係假呀，它真嘅係。冇任何嘅加甜，沒有這個香料，佢當做得去參加也個比賽，當做得到暗號嘅獎。啊，來到節目當中，也下已經泡好誒，也下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也色目比較淺的，這一個是東方美人茶，月神這個東方美人茶要這樣啊，順豐這個顏色比較深的是果香紅茶。哇，好期待哦！因為剛剛那個家琪非常謹慎，他即使用非常簡單的器具，佢還可以用用心的態度、很專注的態度來泡亞比茶。他剛才泡茶不太敢跟他講話，不太敢打斷你。故說亞比茶，我應該會用板來品茶比較好呢？可以先在喝之前靠近杯子去聞，好像就會有剛剛就會有東方美人茶的味道了。然後有很像葡萄皮的那種，就跟我剛剛批到茶葉的茶蜜、單純茶蜜跟蜜烯又不太一樣。因為剛剛是乾香，我們這個是濕的濕香，已經沖下去了，所以它剛剛是前味，現在是中味。那你喝下去的時候是中味，有點像香水，前味、中味、後味，這樣。那我要先小口的去喝，然後可以去聞。好順哦，它完全冇給茶蜜嘅膚色蜜，完全都冇。但是它是東方美人的香氣，但是它又不像頭白色豆嘅東方美人這麼的重，它輕輕的。傳統嘅東方美人，東方茶呢，就是大概會有蜜香，頂多是一些成熟水果，但是大家又說不清楚成熟水果是哪一種水果。那如果用烘焙呀龍眼炭的方式去焙茶，焙出來它的酸度的時候，花香也會帶出來，那你就感覺好像跑向葡萄的那個方向去了。有，而且真嘅都後面咪會有呀蓬蓬嘅蜜烯出來。對，還是會有，就是還是會有。我現在我也覺得有一點混亂，就是它黑矮一色凍嘅還係會感覺到它是東方美人茶。但是它多了一些矮頭白某色溝跟蜜烯，然後那個甜味是跟矮頭白色豆回甘的甜味是不一樣的，它感覺是自帶在裡面的。自然的，一切都還是自然的，那種做法做出來是這樣子有層次的。剛剛主持人講，哎呦，呀，黑咖料的嘛，黑咖的嘛，咖料的就是單一個味道。
因为那是人工合成的，而且它只会一种直接的，而且泡第2泡之后再也没味道，因为它是外加的，所以第1泡之后它就溶到水里，第2泡的时候再也没有味道。要咖挑茶的一个特性，而且一开始吃落去还会有一些微微的酸甜感。对，它是酸度是用烘焙的时候带出我们台湾的湿度。哦，我们台湾是一个懂色的一个国家，湿度很高的一个国家，用这个酸度把那个茶的酸度带出来。所以这一款是月神的烹逢茶，阿妹黑饮力啊，半夜半不会多哎，所以跟大家来推荐月神，对不对？应景。对，那我刚刚客家腔夜神，那为什么当初会叫这一款温州月神哦？是这样的，你做茶的师傅，尤其是东方名饮茶的师傅，是猜懂辛苦。你做茶，我在来摄影之前，我们还在山上。我们跨夜是没有睡觉的。那我们经常在半夜跨夜还在尾雕弄茶的时间，半夜大家都睡了，没朋友，老人共发，很孤独，很孤寂，谁陪着你？常常你也拱啊，常常就会有像上弦月、下弦月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有那种孤寂感，那他又陪伴着你，那我们觉得。它的这个月光，那个上弦月、下弦月又很像东方美人茶的白毫，银白色亮亮的，所以来用，取一个月神的名字，来向你辛苦的制茶师傅致敬。中山鼓励，好感人哦！因为他刚才跟有看那个天师卡茶经的话，就会知道做茶师傅真的都辛苦，很难想象我们面前呀黑上又帅帅的佳琪，其实粗布安布啊嘎哈啦，滴落以前没懂辛苦滴给做茶，而且那个月神的英文是 Luna。她在古罗马的文字里是农业的女神啊，农业的女神就是 Luna。对，我就直接做一个呼应。那我觉得就是一个向辛苦的制茶师傅致敬的一个作品。这黑你推表你去改给一个创作，也想就是跟整个产业觉得说你们辛苦，大家都辛苦了。哇，张威有暗后的茶，暗后色的茶，不但像月神，还有另外一类果香红茶，它的颜色就很明显的比较深一点，因为它是红茶类。你碰红茶，东方美人是乌龙茶类，发糕较重。对。然后这个就是比较，对，它就是红茶不一样。然后我刚刚一闻，我就它的百香果，就是你刚刚讲的比较那种夏天热带水果的香气，按有一批还是很清楚的闻得到，就是烘焙的曲线跟东方美人不一样哦，因为一扎黑乌龙茶，一扎黑粉茶，所以带出的酸度好像热带水果那个方向哦，不一样。因为刚刚东方美人茶、烹逢茶黑 PS 节目按从 MBC， 我们都色下去会有果香的味道很明显，但是果香红茶是闻起来果香的味道非常清楚，但是喝起来就是温顺的红茶感了耶。就是我们不要带出 PS 节，不要带到焦味、火味、火蜜，绝对不行。它也是轻轻的，对，它一切是在渐进式，有点像爬山。也还有这种亚北跟米西。清新感，我觉得有一种植物的清新感在里面。有些调酒师会使用芳香万寿菊，他们说很像这个味道。所以我刚刚就讲说有一种亚北，好了，我讲的太直白了，就是有一种植物草本的清香味在这个里面。哇，光是这2款我就好着迷哦。这真的是懂剔除的一种迷西，所以这个是果香红茶。对，然后我们所有的烘焙创作理念不是为了创造这个味道，而是我们先解决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做茶上班就会出呛咪啊，草的味道，臭味咪西，会跑出来。那有时候有些人并不喜欢。那我们先是解决这些问题，甚至是苦味、苦青味，处理掉这个问题之后，茶的香气是有重量的。当不好的味道滴下去的时候，好的味道自己会上来，所以它是本质。所以本质是为了要先去除不好的味道。对，我不是创造味道，而是我处理掉不好的味道，好的味道它自己上来的。哇，这跟我想象的不一样。因为一开始批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哇，你怎么创造出暗涌跟咪西耶？结果不是，
是你为了要去除不好的味道，但是提升了它好的味道。你台湾就会制茶师傅特别厉害，嘛该茶就会做，只是说大家的做法可能会依照你农飞啊、产业贵农创的方向，可能就是一种对固定的他没有办法去思考，所以你是有点像是设计师，我跳脱了传统的那个线。某马该 Q 用，所以创造了刚刚我们喝到的月神，还有果香红茶，还有那位其他我也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，有叫做花神的，对不对？那个这一支主持人也可以，有在里面，你打开它的花香就很明显。它叫花神东方。对，它就可以，我们在浪青的时候，那个花香就会浪出来。这个可以做成香水吗？好香哦！我们可以，什么意思？如果是刚刚的月神好了，然后我们会有一些机器可以辅助。你这个是刚刚偷偷藏在旁边的道具哦。对，这个是月神的香气，那花神的话，花香会比较明显。好香哦！我们教学在用的东西。我不可思议耶，它就是一个喷雾剂水雾，对不对？对，它把它打成雾状，是我们鼻子闻的香气的100倍，它会放大。天哪，你说。好香哦，就有点是天然的香水，欲罢不能呢。那这个刚刚摄影机都照着哦，我是倒你刚刚喝的这一支东方美人茶。我不可思议，我现在已经爱诺斯迪度已经没法后讲哎，我找不到我可以用的客家话来形容。而且它是自然舒服的，好香哦。如果它是添加的茶，那会跟市面上加了酒精、安定剂、香料的香水有点像。对，所以其实我刚刚只是这没有 say 好，这一段完全是刚刚自然发生的。真的你就会披到花神，然后闻到那个香气，觉得呀，因为真的是可以做香水的那一些调，竟然无添加嘅，不用到安尼做在平常色的茶底度，对不对？专家有研究哦，你台湾的茶叶最香的香气分子有达到700多种。哇！只是说我们有没有察觉到这个？对，所以你看，光是今天你就批斗来按都某 Q 跟米西，还有一款叫做 Queen's Garden， 这我也很好奇，女王的花园呢，这么好听的名字。这是在2022年的时候，那一次我太忙了，所以那个时候当年的作品就烘的曲线呢，灰茶一个有一个科技的曲线呢，大概介于花神跟月神之间，最后的数据是跑出来是这样，然后那个时候只有实验的名称，比如说我的品牌的1号，什么2号，结果在英国一得奖之后，海内外的记者就大部分来说，听说你得奖，那这一支名称我们要下一个标，它是什么？我想了30秒，因为前面只有实验的编号，对，结果我在想，前一天，那英国的女王也才刚刚离开大家，那她在英国人也好，世界人的眼中是一个尊贵、优雅，皇室的，就是有世界很重要的一个女士，女王，英国女王，那。其实我在台湾不太红，我是在英国得奖红回来的。那我就也是感念女王给大家这个世代的一切的回忆，还有她的优雅。后来我心里就想说，那这一款也带比较像花神的花香，那我就用 Queen's Garden 女王的花园，向女王致敬。哇塞！你看用按温做茶，韩国用天然的方式来做茶，又按温讲故事，按温文明的，算来也好上的也做茶师傅，佢用我有也着嘅底色，用我有按用嘅内涵做嚟同大家來分享咯。先休息下，等下還有韓卡多嘅故事可以同大家分享哦。
好，欢迎大家又真的福起来咧！我係總演員阿喬妹，我相信大家看到阿喬妹人家色茶會想講怎麼那麼浮誇。也真然同我頭擺識到嘅傳統嘅茶模嘛嘅強用，也算係一類，我覺得是一種創作，也係家嘅藝術品，也藝術品甚至得到嘅英國嘅獎。非常嘅冇簡單啦！阿喬妹嘅家識到我知道，哇，很驚豔，今年田園嘅茶做得做出暗用嘅美食。唔過大家可能係希望動到人想講，台灣嘅茶要動到傳統嘅茶，傳統嘅茶咩要動到傳統嘅比賽。比如講乜嘅半夜班啊，我就去買茶，去買特種嘅茶，去送俾師太人啊，去送俾朋友啊，大家就會想去買呀特種嘅茶。唔過特種嘅茶愛用辦來買咯，基本一個福氣便利店就會來同大家來分享。買比賽嘅茶也不能夠踩雷哦，要怎麼樣才可以避免踩雷呢？基本也就有唱到我們的假期同大家分享。你要不卡既然做茶第三台，你係算係第三台嘅嘛，對不對？係。頭擺比賽得種嘅茶咩有動到自家也係自家咩係比賽比到國外去嘅，唔過啲台灣咩有動到嘅茶比賽，然後就會有什麼燈啊、什麼獎啊。一花二花啊，這些新的應用版套，將會套到真口，基本上就請假期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要怎麼了解比賽茶送禮不踩雷？第一個，其實茶的比賽種類係懂到台灣是世界的奇蹟啊，它就是一家小島，但是一年都快大大小小加起來快200場的比賽，這麼多。那大家會用農會或者是合作社或市公所、鎮公所舉辦的茶葉比賽，來做一個品質保證、封籤的一個篩選。所以其實我們看到的，比如說特等獎，可能會有懂得種比賽的特等獎。對，但是特等獎就是代表第一名。第一名哦，特等就是第一名的。可是等還有很多什麼，好像有優等啊、頭等啊。對，那在特等有沒有那種小廚師那種特等茶是特，那就是第一。OK。頭就是下面那一個。特等、頭等，然後優良。優良。對。那花呢？花就是在優良一花、2花、3花，一直上去這樣子。所以一花是比較好的。不是一花就是3花是比較好的。對，3花是比較好的。所以好，再來一次，特等。頭等1、頭等2、頭等3，它有一個數字排序，然後下面一個是頭等沒有數字的。接下來是2等獎。2等獎。3等獎。3等獎。優良3花。優良3花。優良2花。優良1花。下面叫品鑑的叫做淘汰，它只是寫的比較好聽。品鑑，它就是淘汰的意思。那品鑑，因為像我們剛才也順後面有看到，它是有封籤的，品鑑也會被封籤嗎？不會。品鑑就不會被封籤。它在箱子上，它在那個比賽的單子就被寫品鑑，就是淘汰的意思。但是有可能你都不會買茶會看到我們的茶有獲得品鑑，就是有可能的。就是可能會有你買茶按用下，但是它是沒有封籤。它如果寫品鑑，那其實。就是直接會用紙罐，而不是鐵罐，也沒有封籤。哦，好，我們繼續講一下。剛剛我們講的比賽種類很多，然後我們也講了這個錄取的名次哪個好嘛？我們剛剛講了嘛，各種不同的等嘛。對對，特等是最好的。對，然後依序下來，然後還有第二點，提供比賽茶的數量是有限的，這是什麼意思？台灣的比賽制度通常是10斤，做一個單位，你就要1點，就是1點就是1組，那看他的比賽單位要求的是2兩還是4兩為1罐，如果是4兩，就是40罐，這樣子，所以就等於說你能封籤的，如果你今天得獎，就是這40罐，然後上面有流水碼。所以不可能會有第41號同樣的號碼。所以我不能說，我不卡嘅茶葉，我有得獎哦，要茶就會有得獎嘅茶，不算這樣，對不對？一般來講還是講求一個公信力，那個封籤還在，而且流水碼對得到。然後呢，我們現在是講求一個產銷履歷吧，它旁邊都要條碼，確定是哪個組織農民哪一位農夫做的。所以有被封籤的茶就給一滴滴的聽聽。對，然後它也經過農藥的殘留檢驗。
这样合格才可以得到这个封签。所以要得到香港顺丰，要得到亚洲奖，要有这些封签是没有那么容易的，它也是有数量限制的。对。哦，还有一个，他说，并非只有一个得奖者，每一个奖项有可能它是有好几名的，只有特等奖是有一个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头等的有数字的，头等1也只有一个，头等2，那只是头等没有排序的，它可能有3到5个或10个。哦。下面的话，2等奖也还有一些，那越下面优良一花，它就是得奖的一个门槛的时候，数量就比较多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它的价格也不用这么的高，所以大家想要入手，可以从优良的一花最基础门槛开始喝。我觉得压力比较这么大。然后渐渐的学习，反正人的味蕾，吃货越喝越吃就越上去嘛。对，今天有点超过吃货的能耐了，太好喝，好喝到找不到词汇来形容。对，所以其实香港顺丰刚刚有同大家来收给他3罐茶，这个其实不是家己去家的品牌，算是你们合作的品牌。我为什么会这样讲？是因为今日家起来到节目当中，除了同大家来分享其七家去英国得奖的茶以外，其还想要收给家嘅团队。其实家起头摆啦，头摆不可有种茶，茶叶咩係七家种的，七家做的。啊，不过其實也下你嘅茶米係茶葉嘅係同拼音數來嘅，錯嗎？对，因为现在我们的茶园后来卖掉，这样反而人力可以比较多的时间在做茶的部分，就是专精做茶这件事情。对，那我们组织黑上瘾这些青农，透这么有位很厉害的制茶师，年轻的聚集起来，就是因为我们想资源的整合，谁有地，谁有茶叶，谁有采茶工，谁有制茶师，谁有机器，各出各个自己的领域，然后资源整合之后，我们可以有效率、计划性的生产。所以人嘅茶米就会茶叶就会同拼音数来嘅，啊你就会转做做茶这件事情就好诶。对。啊拼音可能就种茶，啊有可能就做其他，比如说有设备的就出设备。对，然后这样子的方式。对，这样子的整合，这样子的量是稳定的。啊，你还有一个团队，你们有一个团队，然后甚至有一个自己的品牌了，对不对？它就是有一个公司行号，但是品牌的话，我们还正在努力。希望販売做得做出按用的品牌，对不对？对。其实这样子的联合算是很重要的，把资源集中在它该去的地方。对，而且是有效率的，不断的稳定生产，品质稳定，甚至我们已经用国内的成绩、国外的成绩来证明我们的组织特等、头等在制作都拿到了。制作的这个方式能力都有是有达到，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一个肯定。除了英国赛，我连日本赛第1个最高金赏奖，哇，东方美人茶跟红茶都是我拿到的。中场鼓励真给你懂听哎，但是其实我觉得很佩服你啊，因为其实做茶这件事情，大家就底下动辛苦哎。啊，看到头摆，可能看到爸爸，看到阿公啊，给他做茶就觉得很辛苦，但是你还是懂坚持，想要做这件事情，已经做了10年呢。你的想法是？这10年真的是没有一天是好过的，但是总算熬出了一个成果。那我其实也不是说过去这10年之前都没有接触茶产业，我们都是在帮忙，只是没有专精在制茶当职业这件事情。大家提供你2岁开始食茶，所以要味蕾定锚，就吃货2岁就已经变成了吃货，开始训练。对，那我们对嗅觉、味觉的敏锐度是很高的。我觉得这真正要重讲，以及台湾的茶真正都无简单。你头摆就已经好势都做得去到国外，卖到国外去对东九。以前台湾就是很主要的茶的出口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都按旧以前都亚哈，我们可以由年轻的制茶师开始发挥自家的创意，做出某 Q 用的米西、新的米西。那我觉得大家没做的自家来现采，有懂得你好是传统的茶，台湾也有非常好的。想要推广新的茶，甚至会想到呀，外国人再一次注意台湾茶，也没有新呢。
做得推广本世界高铁，对不对？故说是不是要请各位天视机条件的观众朋友多多支持，去甲台湾嘅茶，韩国后上嘅茶喏，好好吃去甲嘅台湾茶，不要再喝太多国外的茶，我们自己也有很多很棒的茶，对不对？而且跟国际接轨，我们让国际超过600位专业评审的肯定。哇，唔错！故说今日节目当中，帮大家长知识哦。神王佳琪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安道，谢谢。谢谢。没神王天视机条件观众朋友嘅舒缓休息下，等下天天欣赏，共下来做运动哦。节目好看无啊？好看福气来嘅天视機條前嘅觀眾朋友，記得留影片分享出去，還個到福氣來嘅面書簽站，還個訂閱客家天視台嘅 YouTube 頻道，還個影片記得分享出去哦。